火詹益华，作者郑慧敏。无通消透，32档的压迫，病破身躯，思想不出影，亲像火药顶的信号线，接伫台湾人的命底。透蓝气味的信念，你蓝条条，互人压迫的痛，你知影是比互火小事搁较艰苦。迄日的街头，战友请你最后一支烟，你心狂火毒，大声叫伊闪边去。敢是去食着火药？歹声哨实底歹声哨，伊毋知影，你早就拍算，将家己变做反抗的火药，要甲独裁者的铁线网崩破，引带群众行向自由的路。自由的种子开的花有臭大味。天开的双手，亲像红红的花叶天。花语是独立